以前長中面嘅女仔成日驚好顯老，但係一見到 Rose 啲相就會覺得啊，我有得救啦。到底佢嘅妝有幾神？重點就係橫向拉長度。講到最關鍵嘅眼線，記得要沿住眼角自然向外畫，去到尾段先至慢慢上揚，甚至可以畫低過眼角少少嘅，亦都可以將眼尾刻意畫翻厚啲嘅，做一個少少三角形嘅感覺。呢一步對長面人嚟講好有幫助噶，將眼型係向外拉闊咗。跟住到眼影，記得要揀深啡色，但係重點只係集中喺眼球後邊呢一個部分，同眼線係重疊埋一齊嘅，千祈唔好向前混染太多，視覺嘅中心就會鎖死喺呢個眼尾。如果你同 Rose 一樣中庭係偏長嘅話，可以用陰影粉由眉底下邊先至開始，輕輕掃喺中段就停咗佢，特登將鼻梁嗰節同埋鼻頭係留白嘅，之後喺鼻頭嘅兩側就畫一個細細嘅 C 字位，保留翻佢嗰種嘅圓潤感。咁樣做個鼻夠立體得嚟，又唔會拉長中庭嘅比例。最後加多一招就係將胭脂掃喺眼底位置，直接將視覺嘅中心鎖死喺眼部同埋面部嘅上半段。呢幾個嘅組合就係幫長面人做咗一個視覺剪斷嘅手術，比例即刻平衡晒。